相信大家都聽過啊，咩叫做福無從至。2025年6月嘅時間咧，有個颱風未出入羅定，暴雨成災啊，搞到全個阿燦米田都變咗水塘。哎呀，點搞啊？哎呀，乜都冇晒啦，大佬！更加攞命嘅就係禍不單行，個零月之後，燦神農場又整單山洪暴發，你睇下，哎呀，啲嘢沖到，哎呀，你睇下成條橋都沖爛晒啦！呢邊啊，全個變成水塘咁樣啊！山泥傾瀉啊，攞命啊！不過又唔使咁悲哀嘅，因為又有另外一個説話喎，叫做天無絕人之路。種米最難搞嘅咧就係杜菲瑟佢可以啜晒你啲禾嗰啲汁去，搞到你攞粒無收嘅。撞鬼佢今年特別嚴重啊！我哋有機種植又唔可以噴農藥，所以我哋都預算咗損失50%嘅啦。誰不知一場暴雨將啲禾浸咗14個鐘頭，竟然將啲杜菲瑟全部趕走晒。加上我哋係有機種植，啲禾啲根生得靚咧，咁於是乎支食咗偉哥咁樣，竟然損失20%咋。呢個世界就係咁樣有得就必定有失，咁大自然係咁樣，人亦都係咁樣一定會有高有低嘅，所以唔好因為一啲事去煩惱只要面對每一個問題，將佢解決佢一定有美好嘅明天所以開開心心每一日啦唔好諗咁多啦，唔好咁煩惱啦日子始終係咁過嘅啫。